这个位置本来就是文化中心的平面停车场，那我们透过跟前瞻建设争取预算呢，把这个平面停车场立体化，那变成是一个7+18层楼的立体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1层楼的机车的停车场，那总共可以提供211个汽车席位跟172个机车席位。我想对于解决不管是周边民众的停车问题，跟要来文化中心看展参观的民众的停车问题的解决，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市政府对于停车场立体化的政策会持续的进行。那今年下半年也还会有大概2场的这个前瞻立体停车场会来这个完工来启用。那我想会持续的来跟中央争取预算，也在持续规划市区的立体停车场的建设。在我们里民也等了很多年，盖好之后也会让我们周遭的里民停车更方便，因为那个也疏解到我们文化中心展演之後的停車問題。長榮酒店的停車機車也可以疏解，真的是對我們忠孝里這裡的停車有很大的改善。在1樓跟1樓的挑工區，也就是有2層樓的一個高度呢，未來將由我們文化局來規劃為文化中心的一個藝廊使用預定在今年年底，那我們就會完成室內裝修。那馬上呢，我們就會來策劃第1檔的一個特展，會有成大的陳明慧陳老師以多元族群的角度，然後結合多媒體的一個創作我們來展現一個文化中心複合空間一個藝廊的一個展示的一個功能。那這個會在明年的一個上半年呢，我們就會向各位市民來推出，也歡迎各位市民在享受一個便利的一個停車空間的時候，也能夠來觀賞我們優質的一個藝文作品的一個展出。掌握市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用解文化中心新风貌，智慧前瞻好停车，台南文化中心立体停车场正式启用。我们东区文化中心旁边的立体停车场以及演艺空间，终于能够停车场先试先行，先能完成。那么我们文化中心的在演艺厅新增加1、2楼的演艺厅这个部分，也将紧锣密鼓的展开，即将完成。因为这个地方为了要维持文化中心的展演活动，所以说是等于说穿着西装改西装，因此工程进度没有办法大刀阔斧很快的进行。总之，也让周边的里民以及台南市民盼来了新的这个停车空间，尤其在东区寸土寸金的地方，那停车空间稀缺的地方，我们能够及时提供211个汽车以及172个机车，对民众的停车拥塞的情形的疏解是有帮助的。那随后东区还有其他的地方，包括监理站的这个旁边的图书馆以及立体停车场，还有北区的承德里的立体停车场，以及原来这个善化的 LM 区的立体停车场，还有永康成功里的立体停车场，这些都会陆陆续续在这1、2年内完工。那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更大幅度的疏解我们停车的需求。只讲无用着，甲一箱一箱的鞋分类整理去袋仔内底，由台南市环保局办理的旧鞋救命募集活动，将伫28号登场。市长黄伟体特别出席启动记者会，除了呼吁市民斗阵响应，嘛协助斗沙工整理物资。今年不仅是旧鞋募集增加更多27000双还有旧包包、旧衣服。旧衣服大概有13万件那还有旧包包。事实上，这些的这个，如果我们不做募集的话，可能就变成明天都进去焚化炉了。坦白讲，这是非常非常资源浪费的。台南市去年头摆举办，就募集到52栋的鞋3架包包。今年活动更加盛大，除了组织持续参与，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嘛加入。同时赞助40尺整物资的财委会柜，把家里的一些鞋子、小孩子的鞋子、大人的鞋子拿出来，可以让在偏远
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地方来继续使用，所以这个鞋子的价值是蛮大的。在非洲呢，有一种叫做沙蚤的这样的一个会寄生在人的脚这样的一个跳蚤，最小的体积最小的跳蚤。那如果说能够让我们的旧鞋呢变成非洲小朋友第一双的新鞋子，那它就可以保护他的脚，然后免受沙蚤的攻击。旧鞋救命募集活动举办侪档，到档累积2万外箱，帮助非洲居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得到中央的支持肯定。环保局提醒市民，若是要关正，鞋仔一定要有保护色，衫裤爱春天热天穿的，包包含其他需要的物资，拢会当伫3月3日之前提起收集的地点。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原地重建以后112年，对莲潭里回到小新营的生化区小新国小，为了避免附近完全中二的磁吸效应影响招生甲教学资源，所以学校积极发展特色课程，其中 AI 机器人才是重点之一。学生家己透过程式设计，让机器人完成因所爱执行的任务，展现自信甲竞争力。而且团队嘛打算参赛，检验学习成果。新机器人的时候，不但可以学习到动脑，还可以动手，让我们觉得每次都学习到很有趣。虽然有时候会遇到挫折，但是我们还会努力克服它。机器人它本身是不会动的，所以需要我们自己去写程式，让它看，如果感应到这个颜色是要往左边挥杆，还是往右边挥杆，还有挥杆的速度等等，都是需要由程式来调配的。小朋友学习得非常的迅速，马上就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但是呢，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的就是让机器人的模组能够更加扩充，做更复杂的动作。为了让这群囡仔梦想起飞，从事机器人课程的发展基金，同时照顾校内侪需要课后辅导学生，嘛用多元的载具等学习来弥补城乡的落差。国际赛主会300医院区第10专区第20分区，伫大台南家长协会辅导理事长李伟宏的牵线，担起如意赛主会号召之下，要关注学校18万的相关学习资源。27号上午，伫学生热情迎宾的舞蹈带动，赛主会正式送爱到校园，所有关注的赛兄赛姐嘛一一翕相留念，希望争取抛砖引玉，长命温馨。再把资源给需要的地方，让小新国小的这所学校的师生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然后更多的照顾。然后也感谢各位狮子会的这些一些LCIF 的一些补助资金，然后来帮助这些学校。对于特殊需求孩子或是一般家庭孩子，他的课后照顾的需求，或是我们会发展 AI 机器人课程，我们的经费比较不足。那感谢国际狮子会大力给予协助。为了全校学生拢知影通感恩，然后有能力嘛像赛主会所有赛兄赛姐同款回馈社会。校长组织全校83位学生拢来观礼，中边盛大日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伫咸水溪堤防道路，这台往北的箱仔车、几台车已经翻倒伫路边，一路上拢是破碎的零件。要向前一看，这台往南要到市区的白色旅行车，竟是直接弄上路手，车头全毁，会当想象当时的车速。好在在树仔挡条的无冲入面体，也无效果，不堪设想。而车主才紧急送病院。阳光分局交通分队赶到位，除了处理事故、维持车流的顺畅，也表示2位男性驾驶拢通过酒测，初步研判是车主当时精神状况无好，无小心跨越双黄线，才弄到对向的车，造成严重事故。至于详细原因，也需要鉴定厘清双方的责任。
这条盐矿咸水溪提防道路是民众来往南科真正用到的替代道路，虽然离边，不过车流量真大，加上路况只有8米，所以提醒驾驶也是要真细腻。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老板专注的未来美塔加上最后的装饰，一旁的柠檬塔和美果塔看起来也十分可口诱人。这家位在桃园8的大兴路上的法式甜点店，因为老板小时候早陪着父亲一起做面包，对烘焙十分感兴趣。毕业后到法式甜点店当了2年学徒，便以一台餐车自行创业。7年来严选用料，卖出知名度后，才在今年1月重新装潢原有的面包店店面，并同样以父亲面包店名称来命名，象征传承父子2代的烘焙精神。一开始的话，其实是从就是路边就一个小的保冷袋，然后拿着2款的基本塔，巧克力塔跟柠檬塔，然后就在路边叫卖，在火车站的圆环。后来才是因为车站它的形态改变了之后，那没办法，然后我们就接着就推着婴儿车，然后再卖甜点，然后大概半年左右，然后就升级到餐车，这样子前后。然后到我2014年开始，然后做到现在，那也是到快要7年左右。那今年才决定就是开店面，那增加营业收入，直接延续我爸爸的传统的面包店的名称。那我自己是第2代，那我希望把这个名字就重新再让别人看见，因为据爸爸的说法是早期是真的生意量非常的好。对，那就后面比较可惜，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的关系，然后行销的思维各个方面，其实都就是没有特别的再去注意，觉得说我们东西好就好，那就希望就是我们能够用新的思维，然后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也想要让家邦这名字被人家看见。虽然是卖法式甜点，但店里也在中秋前夕卖着由老板父亲亲手指导制作的月饼。老板说，他想要保留父亲好的专业技术，再引进新的行销思维和用料观念来吸引消费者上门。而或许因为自己也是白手起家，老板父亲对儿子的创业十分支持，认为年轻人就该多点磨练。而老板也感谢父亲在这一路上并没有过多的介入与批评。月饼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从自己做到现在一直都有维持在，就是蛋黄酥一直都有，然后绿豆椪，包含广式月饼，然后凤梨酥的部分都有在制作。那因为它是传统的东西，那我们不能忘记它，那我们只能把食材的部分跟上时代脚步，但是我觉得好的技术、好的东西，那我们就必须留住。然后他会给我一些建议，然后跟做法。那其他的部分的话，还是我觉得还可以，爸爸还蛮尊重我们的。对，包含这次的店面的设计装潢，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爸爸也是一路上都还蛮支持我们的。也是要试试看呐，对不对？人生嘛，人生自己要出来闯一闯啊，他也要闯一闯啊，才有业绩。动手给他去自己去做啊，不然你一直跟他拉东拉西，这样不行，对不对？要给他自己去做，他才会知道哪里怎样，哪里怎样。因为你不可能一辈子一直跟他拉着啊，对不对？才有经验啊，他经验会比较好啊。从路上的餐车到现今有了自己的店面，也让父亲的面包店以法式甜点店的姿态重新开张。回顾7年来的创业历程，老板感谢家人和顾客的支持，让自己不仅能接棒父亲手艺，也让烘焙香味继续在社区飘香。记者刘雨婷桃园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报你知。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
2025台北花瓣野餐在大安森林公园热闹登场，市长蒋万安亲临现场，与民众一同体验活动氛围。他表示，去年首度举办的花瓣野餐广受好评，因此今年特别扩大规划，除了市集与音乐会，还有深受孩童喜爱的汪汪队立大功气球玩偶。他更透露，自己的二儿子也是汪汪队的忠实粉丝。很开心，今天是我们2025花瓣野餐节。虽然下点小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大安公园布置得非常的漂亮。那一直以来，台北市是非常吸引很多国内外观光客前来的城市。我们在国际一个机构Travel and Leisure 的评比最新，台北市入选全世界最美的城市之一。好，所以不管是我们大安公园杜鹃花季，我们阳明山花季，还有三层旗花海，等等，大家都知道，我们把台北市装点得非常的漂亮。那去年开始，我们第一次办花瓣野餐就非常吸引大家的喜爱。今年我们特别也融合了包括市集音乐会，还有三代同堂的摄影棚。以及小朋友很喜欢的汪汪队，可以看到有2只非常大型的企鹅，我自己家的二宝就很喜欢这个卡通所以之前我就带他们来看，非常喜爱，都不想离开。我们其实在去年结合产官学，我们特别改造了，使用了28年的景观公册，所以打造全台北市第一个生态公册。那另一方面，我们大安公园也在过去，不管是富裕萤火虫栖地、生态池的成功，也登上国际的媒体版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21座台北市公园里面的景观公册的全面提升。那在今年，我们也有再编了9000多万的预算，要全面对台北市各项的公册进行改造。所以我们也特别考量，现在对于长者、对于亲子、对于身障无障碍的空间，对于性别友善，我们希望能够真正打造让日本朋友甚至国际观光客都赞不绝口的景观公册。我们希望台北市焕然一新，非常不一样。活动规划绿游派对区、66毛孩区、大地会乐区、乐活运动区以及摇摆飨宴区5大野餐主题区，还有质感文青市集、3代同堂户外摄影棚以及各项精彩体验活动。活动当天虽然下着雨，还是可以看到大安森林公园布置得非常漂亮，吸引许多民众携家带眷一同参与，现场热闹非凡。今年我们多了汪汪队立大功的 IP 所以在这个现场有阿奇跟毛毛的企鹅。那在今天下午3点也会有一个这个见面会，小朋友依旧可以在那边有水晶姐姐来带大家做游戏，那并且跟这个人偶来拍照。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今年比较特殊，是因为我们去年是一般的野餐，今年我们期待说家里的长辈有的其实平常比较少出来，那我们期望大家能够带长辈出来，所以今年多了一个3代同堂的一个活动。那只要3代同堂到这边，我们有2个活动可以帮忙，让大家可以留念的，就是有一个是照沙龙照。如果说3代同堂的家庭之前有登记，那也抽到了，那可以照一个沙龙照。那如果没有抽到这个也没关系，我们有个快闪区。只要是3代同堂的家庭进去之后，由专业摄影师来拍照，拍了照之后，透过 QR code 就可以把相片带回去。观传局表示，台北花瓣野餐已成为台北春季指标性活动，未来将持续优化内容，吸引更多民众与游客共襄盛举。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民众走出户外，感受春日气息，创造温馨美好的回忆。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桃园购物节，桃园金喝盛压轴抽1000万现金，1000万元，请抽奖。桃园
园购物节压轴抽公开抽奖，由桃园市长张善政在记者会与现场直播中抽出了大额消费加码抽及压轴抽等700多个奖项，其中1000万大奖由李姓女得主获得，以1张2000元的发票中了1000万。市长也现场通话报喜，更一再强调真的不是诈骗，并询问要怎么花奖金。没想到对方表示他刚失业，市长也急忙安慰，可以先想怎么花钱再找工作。你中了什么奖？你知道吗？不知道现金1000万最大奖。真的？还假的嘞！再跟你讲一次哦，这不是诈骗，你赶快到网络上看我们直播，我正在网络上跟你通电话，所以恭喜你拿到这个现金1000万最大奖。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这1000万准备怎么用啊？还不知道因为我刚失业，所以。那老天帮你忙，老天眷顾你哦。今年的桃园购物节为期4个月，参与活动会员数及发票登录都成长了1倍，消费发票登录突破217万张，消费发票登录金额超过新台币64亿元。本次压轴抽奖总奖项价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不仅成功带动消费热潮，更进一步提升桃园的商业活力与观光魅力。市长表示会持续举办，也请企业厂商继续支持。一共有超过11万名的民众来登录，然后呢，这期间3个月期间，消费的发票登记的发票超过200万张，消费金额超过64亿元，64亿元是桃园购物节有史以来最高的金额。那么这次的这个成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赞助企业的支持，因为有非常多的吸引人的大奖，尤其我们另外设计的一个大奖是个人独得1000万元的现金。那么我想，这次的购物节非常圆满，也恭喜很多幸运的好朋友得到了他想要的奖。那么明年我们的购物节还会继续举办，我希望我们的赞助企业还是继续的支持我们。桃园购物节今年有4波抽奖活动，压轴抽及大额消费加码抽中奖名单将公布在活动官网，消费者可以上桃园购物节官网或官方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活动小组将会个别通知中奖人办理领奖事宜，请留意会员电子邮件，配合完成领奖作业。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3、2、1，请击鼓。北基桃唯一公立技职应日科英歌工商应用日语科正式成立。在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英歌工商校长严龙元、新北市议员洪家军、苏宏清等人击鼓见证下 ，Podcast 频道正式开播，象征英歌工商迈向日语专业教育的新里程碑。3、2、1，开始。大家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让我来跟大家推荐新北市教育局日文 Podcast 频道。局长张明文表示，应用日语科强调日语听说读写及沟通表达的能力，更结合数位商业企划、数位多媒体设计等实用技能，培养学生兼具语言与跨域专业。未来可投入国际商务、观光、设计等产业，迎接全球的市场挑战。北基这个部分并没有一个公立的应用日语科，所以我们在114学年度会第一个设立我们公立的一个应用日语科那在英歌工商，那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也结合了国外的姐妹校来做交流的资源，再加上结合产官学我们相关的大学。还有整个的产业，不管旅游、出版等等，它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官学的合作，让培人才可以变成一个世界的人才。所以我们想透过应用日语科的成立，把整个将来未来对英歌的发展，有更多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帮助我们在地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校长严龙元指出，应用日语科的设立呼应在地产业需求与学校的长期发展规划。未来将结合日本爱媛县合作开设的艺术设计文化、数位媒体实务、经贸概论等课程，全面提升学生跨文化创意思维与数位应用的能力，并持续强化学生日语口语与实务的表达训练。
英歌工商呢，这一次成立应用日语科哈，其实我们期待的非常久哈，因为英歌在地，不管是陶瓷，不管是运动，不管是我们的艺术设计哈，跟日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结合。想要透过这样的机会，成立应用日语科，把我们这个三英土树，我们新北市，甚至我们北基，所有对于这个日语有兴趣的学生，都可以来到我们学校进一步学习相关的日文。议员洪家军表示，英歌工商开设应用日语科及 Podcast 频道是创新且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一步。透过 Podcast 平台，不仅能让学生实际操作，也让更多人看到新北教育的亮眼成果，展现英歌工商在台日文化教育交流上的坚强实力。在英歌工商一直以来就有在跟日本不论是姐妹市或姐妹校进行很多的一个文化，包含教育议题的一个交流。那我觉得今天让这样的一个交流已经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运用 podcast 这种 on air 的一个方式，那能够来让我们的一个交流更国际化，而且更能够多一点的一个管道也好，而且更加顺畅。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学校来讲，还有一个教育要做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工作来讲，这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尝试，也非常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全力来支持我们的新北教育，一起棒！议员苏宏清指出，日语人才对于英歌陶瓷设计、高科技产业及日本的深度交流至关重要。英歌工商新设日语科，为学生开启与日本互动的新机会。学习语言是一个跟国际交流的一个基本的能力啦哈。日本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离我们台湾是很近所以我相信，不管在各种高科技的交流，还是说到一般民生，像是我们的英歌高职的设计系，还是说陶瓷系能够跟日本的一些学校来做一个交流同学能够用日语跟邻近的国家来做一个交流，这对我们学校技术的进步，还是文化的交流、教育的交流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此外，新北市教育局强调，为因应少子化与国际化趋势，是否积极调整技职教育策略，发展具产业特色的创新科别。英歌工商预计在5月3号上午10点举办选所爱好好读有前途的校园开放活动，全新应用日语科也将在5楼的梦工厂教室设置体验活动，让有兴趣的学生与家长探索日语学习及相关设计产业的无限可能。诚挚邀请，踊跃参与。记者吕其坤新北采访报道。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
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